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我哋今日為你送上我要網上做老闆全球篇。我哋提供無限空間、無限流量，手機版自助見站系統，免費購物車，國際支付平台。全球化嘅手機版市場係43億嘅手機用戶。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，幫大家做視頻推廣，無限 QR code 任你建造。全球嘅朋友都使用手機去上網、瀏覽、購物、睇電影、睇新聞。那麼龐大嘅市場，你點能放棄呢？點樣可以用一樽礦泉水嘅價錢營銷43億嘅手機用戶？喺呢個視頻，大家一一可以體驗到。單係亞洲，我哋都有接近33億嘅市場，30天免費試用，馬上登記。將你嘅產品投放喺手機版嘅市場係你唯一嘅選擇。全智能手機見站系統，無限無品任你選，30天免費試用，免費 QR code 建設系統，文字、網站、社交網絡、電話、短信、郵件發給我 ，V 卡，全部免費。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，幫大家做全球化嘅免費視頻推廣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，讓大家嘅廣告視頻可以喺觀眾面前一一展示，而觀眾亦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，就可以透過智能手機觀賞你嘅視頻呢個廣告。所謂全球化，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如果大家對以上有興趣嘅，或者有任何疑問嘅，可以向我哋諮詢一下。多謝大家。